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媒体报道，赖总统按算8月要去巴拉圭、瓜地马拉、跟贝里斯访问，会过境美国。总统强调，若有确定会向国人报告。台中市丰原王家5个人的命案，检警查到新的证据，认定姓李的团购组罪嫌重大，阁有串证灭证的嫌疑，羁押禁见。风台过了，即马2个大尾价一斤起6块，本人嘛因为禽流感抬掉2600只的鹅。来看台中市丰原王家5个人的命案有上新的进展，检警已经掌握到3个新的证据哦，认定讲姓李的团购组涉犯诈欺、假造文书、阁有恐吓跟罪嫌，阁有涉的证据甲串口径的疑虑，所以伫今仔透早，台中地方法院已经裁定甲伊羁押禁见咯。丰原王家5人命案关键被告团购组姓李的查某人，检警掌握新事证14具提交现现场串灭证，反复14疑虑，先后以刑法诈欺处财、伪造准书文书、恐吓处财等罪嫌成合禁见。15透早台中地方法院裁准，被告于案发后确实有指示证人删除对话记录，于到案后又更换赖账号，并传送讯息要求证人改用其他账号联系。主认被告确实有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具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故依法裁定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检警查出王家大汉查某囝女同和县长的美容师小开始下加入姓李的查某人经营黄金团购群组，女卡被黄金碳卡米上技术被骗负责上千万。专小组先通知姓李的查某人交换水平测了15万交保，引起议论。后续整合3大新事证，有被告甲死者电子设备收回财证、信用卡、旅卡金流，加上其他被害者出面指证14个具体交换，第一证证据也被证据加交传证人记录，再准羁押禁见。就相信检调，相信就是警方啊，也是谢谢大家的那个就是好意啊，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善心，就是目前都还 OK。王家大查某囝朋友强调相信司法侦办，王家家属心情也算稳定，感谢各界关心。台中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发动2摆搜查，到现接受调查人数超过30人，包含县长的美容师、县店的饭店业者、甲县长，也有金楼县议会业者3人涉犯洗钱、诈欺等罪专业被告，后续继续调查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透早5点外，台泥集团的子公司三元能源科技伫高雄小港区的锂电池工厂火灾，有15个人受伤，目前是各有1个人轻伤，住院观察。伫今仔早起7点外，火已经完全拍花咯。也毋过烧遮尔久，造成空气污染，是互在地人真不满咯。早起嘛开检讨会，业者嘛会失礼，民众是质疑讲业者的管理出问题，有民意代表嘛质疑讲，哪会甲电池厂设伫徛街的附近呢？我对你们真的很失望，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白读组的。身为在地里长，一听完手上的水平，马上就表达不满的心声。里长这期，不管是进前的设厂，也是工厂的设备安全，甚至是这摆大火，三元公司拢有暗看。我为你们从头到尾都在攻北菜。你们昨天有那个记者访问我嘛？我说里面听说有储能厂，他们告诉我没有。结果这里面写什么？就是有储能厂嘛。我告诉你。都已经灰熊卡层啊，还这么说我们没有储能厂。这场大火烧出大家对环境和生命安全的担忧，包括经济部、环境部拢有派人来说明相关的监控结果，目前一切拢安全。日后针对救灾做法一个检讨，三元公司总经理也带领员工会实地，同时强调，无论是厂区设备和制品的安全性，也是火烧的相关救灾废水应变处理，拢有下标准。面对电影的这期，因会阁继续努力。燃烧之后，我们经过国外的几个认证单位，包含 NASA， 燃烧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铅氟酸，一点点都不会，我们连0.1 ppm 都不会。我不太信任3元的了哈。这件事情我要求经济部园区管理局了哈，这个部分在2个礼拜内要给我一份，跟给所有的乡亲们一份公正的第三者做出来的专业报告。我要知道真正的原因跟检讨整个后续的一些处理措施。三元电池厂的大火已经伫15早起8点拍花，因为火场的温度有的所在也是伫40-50度，业者讲必须要降到室温25度以下才是安全的。因此消防局目前也有53车97人伫现场持续抓水监控当中。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仓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因为对流云系发展了真旺，伫苗栗以南某有的所在熊熊落大雨。气象署嘛针对台中、彰化、云林、各嘉义县市甲台南发布大雨特报，嘛爱特别注意单雷公甲透大风哦。今仔嘉义县的六卡乡累积雨量嘛已经超过90毫米了。基本上像是在苗栗以南地区普遍都是有些降雨的情况出现，特别像是在台中、彰化以及云林跟嘉义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一个雨量上来讲都算是相当的明显，特别像是在嘉义地区已经有些地方的一个雨量上都是超过90毫米以上的哦，所以请你在苗栗以南地区的话，今天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会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气象署表示，讲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苗栗以南的地区哦，拢会落雨，有的所在雨会真大。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有热带系统正在发展，有可能伫拜四哦会形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嘛有可能会发展成做是风台。伫拜五甲拜六会上瓦近台湾。再来看，即届风台大雨造成真严重的灾损哦。中南部袂少家条拢酸长，最近2个产量是减少，大麦价一礼拜内一斤就起6块。另外，伫云林东势乡有一间饲鹅场哦，通报讲确诊 H1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嘛已经杀掉2600多只鹅。云林动植物防疫所是呼吁，最近哦养殖场就要加强管理。工作人员无用甲鸡卵一粒一粒装箱出货，受到丹那市风台的影响，中南部有袂少鸡条受伤长。地区最近鸡卵的供货减少，货产地大麦价格为1斤32块起到38块，差不多起要2成。这个孙模要恢复的速度爱半年以上啦，无较紧啦。短少了几万箱。哦，这回起码差9万箱以上的啦。卖卵农民表示，这个风灾中南部有真侪鸡条，厝顶规个翘起来，甚至有的是喙炎炎，包括水帘设施、通风的系统拢受损。若征收恢复正常供应鸡卵，至少都要半年的时间。咱若云林当时有一间饲鹅场主动通报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拢总甲2600多只鹅灭掉。因为有袂少鸡条顶顶因为风台受损，今嘛烦恼禽流感的疫情可能会扩大。防疫所呼吁。近期因风灾影响致禽舍的破损或防鸟措施的损坏，请禽产业者应尽速补强相关防护措施及生物安全。另外，伫彰化沿海所在，风灾了后，饲鹅的农民嘛发现收成减差不多2成。状态都退产去无，本来嘛食肥的。要食肥，那头产偌济？3块一分，3块2分去。饲鹅的农民表示，若无受到风灾的影响，原地一笼的鹅仔被烤了后，差不多也有6斤，不过即马敢若剩4斤，因应后续恐惊还阁有风灾会来，即马敢若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初九开始哦，今仔汉光41号的演习已经是第7天了。透早模拟解放军登陆台北港，要攻击首都台北。陆军伫692里哦，伫新北市的8里来进行阻挡，出动分8架车、飞弹车，嘛头一届参加演习。另外，宪兵指挥部伫透早嘛伫台北市甲新北市各界的万班大桥哦来演练专项封锁。警报声弹，汉光41号演习是要煞过啊！第7天抢侵防御作战，模拟解放军登陆上花，要侵入大台北地区。陆军269旅15到2前线作战，出动无价无人机掌握敌军的动态。国军伫这届汉光演习，大量运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情报收集，另外也设6座的阻挡设施，包含透过自强演习定制民间的大型车辆，展现全社会防卫韧性，应对解放军侵犯的节奏。面对解放军突破障碍，官兵是互相掩护，坐分8架车向后面刷叮当，拖小2比飞弹车也头一届加入作战。有真厉害的反装甲火力，或者观察国军结合现地作战，表解放军大力限制，互咱通用火力包围。国军模拟共军已经从台北港登陆之后呢，在新北8里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集结，而国军呢也出动了这个云豹甲车以及托式2B 飞弹车，要迟滞共军深入首都的震惊中枢。这也是托式2B 飞弹车首度加入汉光演习，借由这种阻塞线加上火力掩护的方式，强迫共军必须走我
国军预设的道路，吸引共军不断的深入国军的主要的火力交叉地带，或者是主要的埋伏的热区。同一天透早，宪兵指挥部伫第8甲新北的交界万邦大桥头一届演练专线封锁，防止解放军对新北拍入来进入台北市区。宪兵是伫现桥娘手臂甲据点群作战，斗里爱思考防御工事，出动分100架车、车站飞弹，反制解放军的装甲兵力。另外，攻击核无人机也参战，正做这个操演重点之一。宪兵出动他原有的监侦机先行做敌情的侦收。那侦收完之后呢，除了我们要这个排的兵力去打击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适量鱼炮甲车的支援，还有后方所谓的120重迫击炮的支援。也那金风部14暗时是实施联合团花火枪实弹射击，出动架车、各种的火炮，结合9大离岛部队做伙执行防护射击。那既有战车、甲车等30余辆，那预计使用的武器有各式的榴炮、战车炮等3万余发。针对离岛可能加做解放军夺岛的目标，金风部强调，战争伫倒位拍，部队就伫倒位训练，透过实弹操演，建立真密火网来吓惊解放军唔敢侵犯台湾。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外交部长林佳龙目前是带团伫咱国南美洲友邦巴拉圭的访问，嘛甲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见面。贝尼亚是强调讲坚定捍卫两国68党的邦谊，嘛讲8月准备要接待总统赖清德。咱国内媒体嘛指出讲，赖总统是按算8月要去巴拉圭、瓜地马拉，佮有贝里斯访问，林内头一届安排要过境美国纽约甲德州的达拉斯。也毋过总统府是强调讲，若有确定，才会来向国人报告。和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热情握手含小谈，外交部长林佳龙带领企业代表团伫巴国访问，贝尼亚衷心坚定捍卫台巴68年的邦谊，而且讲会伫8月接待总统赖清德的到访。Quiero cerrar mi intervención nuevamente agradeciendo al canciller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agradeciendo a los empresarios que han venido. Nos preparamos con ansias y con mucho afecto para recibir al presidente Lai en 30 días. 根据平民媒体因消息人士的讲法，这次赖总统8月会进行上任了后第2摆的出访，拜访中南美洲3个友邦巴拉圭、瓜地马拉和贝里斯，而且第1摆对美国本土来过境，分别是纽约和德州的达拉斯。不过总统府讲还未有相关说明，若是有确定安排，会随向国人来公布报告。我国友邦元首邀请赖总统赴访，是彰显两国的邦谊紧密友好的表现，而安排高层的出访一向都是外交部的重点工作，但是外交部目前是没有元首出访的相关资讯。后续如果有确切的安排，将由总统府适时的对外公布说明。其实，总统在2023年做副总统的时阵，就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出访巴拉圭，参加贝尼亚总统的就职典礼。迄当阵是对纽约和旧金山来过境。即马伫川普2.0的时期，赖总统搁一摆过境美国，相关过境规划和接待规划，一定会变作各方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川普政府援助乌克兰，美国国会议员是认为应该当来阻挡中国对台湾的野心。共和党的众议员嘛表示讲，北京当来观察华府安怎面对罗西亚的威胁。川普要求罗西亚爱设50日的停火期，搁要提出制裁，会当互中国知影讲，川普政府是认真的。咱来看公司的国际记者彭主席华府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4表示，会被爱国者飞弹在内军备，又北约买了后送到乌克兰，同时对罗西亚下达15日停火期限。长期支持台湾的共和党众议员威尔森认为，川普政府转向支持乌克兰，应阻止中国对台湾的野心。When Xi sees the consequence of worldwide ostracization, and also he'll find out that Donald Trump is serious. When he does sanctions, he means sanctions. 虽然民主党众议员温德曼批评50日期限上过久，川普也可能反悔，不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谢亨表达支持，因为川普的决策研究真济乌克兰人的性命。The people
Ukraine have stood against a much larger enemy. Just like Taiwan is facing a much larger enemy, but was able to survive. So that's an inspiration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that they must develop peace through strength. 比今年2月，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白宫对呛川普对两国战争的立场大转换，也促成党内归队消停乌克兰。国会山总部分析，美军6月轰炸伊朗了后，并不加入中东战争，后美方对两国战争的态度更加强硬。川普这个月是表示，伊感觉讲，伊甲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谈判无法度有实际成果。川普伫外交政策我向鹰派这边。 共和党人是认为中国看伫眼内。共和党众议员唐宁表示，北京咧观察美国安怎应对伊朗甲罗西亚，佮想要做出弱点，试探美国的防线。 I don't think Xi Jinping is going to do anything while Trump's in office, and I'm very confident in that. They're running a marathon, and a lot of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run sprints. I mean, they're looking at reunification in 50 years. Not most of us are looking in 4-year increments, and so that's a very different way that we have to look about. 南美长期对抗台美合作一定要搁进一步。美国参议军事委员会第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对邀请台湾海军参加环台军演，将当年使用的建议改做强烈建议，为乌克兰战场甲台海紧张局势发挥了转变态度，积极应对。公司国际记者彭楚哲美国报道。 7月2日大罢免特别投票咯，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是找地方的党公职咯，甲罢团伫新竹市做伙挺相罢。另外，洪庭节个新竹市长高虹安各方罢免国民党立委郑正乾咯，是以拿白合要来反罢免。另外，伫台北市文山区发起罢免国民党立委赖士葆的罢团，互人恐吓。检方侦结，总是以违反刑法甲选罢法来起诉。 赖士葆嘛呼吁支持者得爱理性，嘛强调讲反对暴力。蓝白在国会匪线乱政，我们要入台，我们要做民主，这样好不好？好。第一波24个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投票时间剩无2礼拜，民进党立法院党团15起到新竹，和地方的党公职和罢团合体来扫市场，防锁定的国民党立委郑正乾嘛用行动反制。 新竹市是这摆全台湾唯一一个面对双罢免的选区。洪庭节的市长高虹安嘛强调讲，唔惊资源无对等的战争，嘛形成反罢免拿白合。但是选情愈升温，嘛激化对立。台北有查某人伫4月涉嫌提量的去恐吓罢免立委赖士葆的团体文山退保，北检14侦结，较违反选罢法刑罚恐吓罪甲起诉。所有的公众人物应该要站出来呼吁各自的支持者，请停止暴力的攻击，回归到理性的对话。 一开始我就感谢这些支持者替我仗义执言，可是我也劝他们绝对不要任何的暴力，不容许啊！而且我绝对不支持公民团体护国车队，我们即将要绕行我们桃园哦。民团发起的护国大照镜巡回活动15早起是伫桃园，和立营的党公职集结。面对国民党上新的反罢诉求，是呼吁民众，若想要保有立法院通过的4+1国定假日，和延续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的福利，都要徛出来。对这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质疑讲是公开买票。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会今仔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第53条修正案，甲迫害者改做优先室，对象嘛改做有实际需要的人。身心障碍联盟是表示讲，亲像一寡西药子、癌症患者，这款有需要的人，未来得当使用优先室。 大众运输工具的迫害者真正传出争议，为了降低社会误解甲冲突，回归合作的本质，立法院会15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修正案，甲迫害者的名改做是优先室，适用的对象嘛为原底老人囡仔等等，调整做其他有实际需求的人优先通坐。 病痛在身的民众，或者是健康不佳、无法平稳站立搭乘的乘客者，都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导致原本善意的制度
反而成为制造对立跟道德压力的来源。不少民众即使身体不适，也不敢坐下。现在年轻的喜肾很多，外表看起来就你年轻力壮啊，为什么需要休息呢？或是癌症化疗治疗中的那个你外观都看不出来，可是他们是真的身体虚弱。强化保障有需求的人，立法议会嘛通过附带决议，请交通部甲卫福部研究优先小多元宣导的措施，还佫有定出统一的标示。另外，立法院嘛三读通过老人福利法第48条的修正案，甲目前评鉴排名制度裁掉，改做是合格甲无合格，互老人福利机构甲长照机构有同款的长照标准。这是为了导正目前的这个老人福利机构评鉴制度跟其他的长照机构有不一样的这个评鉴标准，有助于这个制度的简化，以及这个让资源回归到照顾的本质。未来老人福利机构经过主管机关的评鉴，无合格者爱限期改善，到期若无改善，会当罚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以改来算来处分。情形若严重者，会当罚1个月以上1年以下停办的处分。停办期满若要无改善，会当废除设立的许可。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展开国安基金的会议，考虑到美国对顶关税无确定种种的因素，宣布讲国安基金会继续护盘，暂时未退场。但个今仔是起哦，美金嘛起，所以代表今仔有淡薄仔落。财政部宣布，国安基金继续护盘，无要退场。15台股大盘、早盘是一路小可幅度的震动，台积电嘛收平盘1095块。市场观望的意思真高，不过10点钟后是向冲入台积电的尾盘，大盘中起甲上悬22888点。至少应该是法人哈，那只是说到底是。是外资呢，还是政府基金的杰作哦？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以昨天的这个大盘的氛围来看的话，确实呢，市场是很担心。我相信这个是昨天这个国安基金说还是会持续进场护盘的最主要原因。根据财政部的资料，国安基金是对4月初9入场，到6月30拢总57个交易日，投入77亿外来救市，小点无实现利益是要11.84亿。这摆无要退场是考虑到美国对顶关税的措施还未完全确定，国际资金的刷动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地政治风险嘛是阁存在等3大因素。主要像央行的新政策本来就是希望，很多的资金如果要来投资的话，那当然是例如说像 T+1，就是有买之后资金要汇进来。如果接下来这个台股有比较明显的涨势，我相信对于台币来说也是一个支撑。另外，台票换美金15开盘是29.32块，落2.4分。延续前一天的落势，整体是呈现美金回弹、阿白走落的局面。不过，专家分析，台票敢会当回稳，阁要持续来观察，看最近敢会当脱离28.8块到29.4块的区间，再当进一步来做定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底彰化市有一间幼儿园，有囡仔和一个姓詹的教保员虐待。县政府调查认为讲无直接证据，所以这个指控无成立。也毋过调查所发现讲有另外一个姓李的教保员嘛涉不当管教，县政府嘛已经裁罚了。家长是真不满哦，认为讲这个调查报告交代了无够清楚，要求县政府爱重启调查。彰化市一间幼儿园爆出有不当管教行为，67位家长伫县议员的陪伴下出面指控，要求县府爱公开调查结果。彰化市一间幼儿园去年底传出囡仔人身躯私密的所在有受伤的情形，家长质疑是受到一位姓詹的助理老师虐待，县府启动调查，因为无直接的证据，指控无成立。但是调查过程却意外发现，这位姓李的教保员有不当管教行为。我以前学校有坏老师他会打我，我一直哭，他还会戳我的屁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孩子这么说，因为这半年我们一直很避免跟孩子提到这个话题。不当管教这一项，也是别的家长告知我才知道，那教育部也还没通知我。调查爆出案外案，意外发现幼儿园伫2礼拜内，计共有158个教保员的不当管教行为，其中一位姓李的教保员就占153个。虽然县府已经裁罚这位姓李的教保员23万，而且3年内未当担任教保员，幼儿园因为监督无周至罚6万，但是家长出面指控，这件不当管教事件牵涉到的受害囡仔人数甲情节的轻重，拢无交代清楚，认为县府无重视囡仔人的教
教育安全。因为我们的诉求就是教育处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专案的方式重新启动调查。针对这158次密集的不当管教行为，应该要由专业人士来进行判定。基于保障幼儿的立场，然后再兼顾幼儿的隐私，我们愿意再去通知之前未受访谈，可是报告中有受害的家长。官府强调，调查报告一切符合定数，目前确定有6个囡仔受害，会阁确认不当管教受害囡仔有偌济人。家长若需要调监视器，嘛会当依法向教育处提出申请。也若幼儿园是伫网络发声明表示，即站裁罚甲性侵害无关系，会阁加强园区教保管理机制甲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昨半暝新北市新店发生一件抢案，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伫菜券行耍宾果，输1万外块。伊是正上去就抢菜券行10多万的现金，佮泼汽油，人就随落跑。犯案半点钟后，警方是伫台北市的艋舺抓到这个嫌犯，嘛伫伊的身躯敲出有食毒的工具。来，旁边停车。警方报路查车，要求查甫人停落来。你刚在新店干嘛？没有。没干嘛？面对问话交代不清楚，这40多岁查甫人牵涉强盗案件，为新北市新店一路逃到台北市。有吵杂声，因为我就住在对面4楼，所以我还拿着阳台，我还从窗帘拉开看了一下，就看一个人跑来这样跑去。被抢的就是这间菜馆行伫安德街顶馆，是暗细暗查甫人10时半暝11点外伫店内耍宾果输万块。那家店员去冤家，佮疑似用汽油泼柜台，抢走10多万现金。他常常在附近游荡，就是旁边这附近的客人应该都认识他。会不会其实想都是熟客，当下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警戒心。可能会有，但是要看他的表情嘛，还是看有没有跟他有纠纷。在这店头对真熟悉，伊是前一间菜馆下老顾客即摆煞动手抢钱，警方差不多伫8点钟将人抓到。恰逢本分局安康所员警下班路过，发现店内情况有异，立即驱遣追捕。经通报相关分局拦截围捕，在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艋舺大道口查获到犯嫌到案。嫌犯毋但涉嫌抢钱，身躯阁被抄出数安非他命的物件，也被依照强盗甲毒品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有乐团去桃园市政府抗议有超过60个中央航空的空服员申诉讲，因为约 A 楼停影响到因的调薪，要求劳动局要赶紧处理。劳动局是表示讲，中央航空去年嘛已经因为2件申诉案，罚款4万块咯。针对60个空服员集体申诉，嘛伫7月底来进行审议。新品要一案一罚，陶氏服务包庇长荣。超过60个中央航空的空服员申诉，因为育婴流程影响因调薪水。中央航空企业工会一家人15透早去桃园市政府头前抗议，要求劳动局爱赶紧审理。根据性别平等工作法第21条，认定中央航空违法，而且都爱一案一罚，维护这辛劳的权利。我也是受到育婴留职停薪，后续有一些不利对待影响的受害者当事人。然后我是在23年生了孩子之后，我就进行了6个月的留职停薪。长荣航空它调薪的制度，它是说我们要用在职的天数，然后它认定育婴留停的话是不在职的天数，这个就是对于育婴留停的不利待遇。劳团表示，针对中营育婴流程影响调薪水的事件，伫空服员入狱家申诉成功了后，已经有超过60个中营的空服员同款嘛提起申诉。不过，中营航空对桃园市府的认定不服，搁再向劳动部提诉愿嘛失败。妇女新知嘛站出来表示，这个记者会诉求是针对上基本辛劳申请育婴流程的法定请求权，嘛呼吁劳动局就要一案一概处分。长荣航空不应该以育婴留职停薪，所以不在职的理由来影响受雇者调薪的权益。这不只是无视性别平等工作法的精神，也是歧视有照顾需求的受雇者。去年我们有收受2位申诉人的陈情案件，公司有做诉愿啦，劳动部诉愿结果已经下来，那也是我们市政府的处分有维持。劳动局回应讲，针对去年2件申诉的案件，市府已经照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罚中央航空4万块。另外，后来收到超过60位中央空服员的申诉，
会伫7月底召开性平大会审议，会依法来理清案件。针对这个指控，中央航空回应讲，调薪水并无因为育婴流程有特别的考虑。针对调薪水的争议，去互处分这案，已经有按主管机关的意见，加做2025年调薪水的参考，嘛通知前2年可能受到影响的员工，后续会当依法提起司法的救济。记者综合报道。AI 人工智慧的发展是真紧，所以发展部嘛预告讲，促进资料创新利用发展条例草案望讲会当透过辅导甲奖励来促进 AI 相关产业的发展，嘛要求讲未来行政院所属的立级机关、县市政府拢爱设资料场。甲 ChatGPT 问三权分立等政府的制度出现的答案煞是简体字，因为即马主流 AI 模型，真侪是以英文甲简体中文来训练，为着打造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所谓发展部盘点科技等各项语言资料，评估敢是要列入 AI 训练资料库。民间团体是推动台湾通用资料库计划，希望打造自主的资料体系。所谓发展部也对6月中旬预告促进资料创新利用发展条例草案，希望扩大资料开放甲共享，经过国际交流。主流的 AI 模型有台湾的观点，资料释放出去的时候，让其他国家的 AI 团队在训练他们 AI 模型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些资料来做训练，那他们训练出来的这个 AI 模型才会有台湾的观点。所谓发展部强调，透过各业界沟通，因为台湾开放资料已经10多年，希望建立统一的机制，让各界使用资料有一个根据，而且政府开放资料采用标准授权条款，让各界合理应用。未来亲像是行政院所属的二级机关、县市政府，拢需要设立资料场。说像是高龄化的一个就业啦，或者是少子化的一些这个教育的因应哈，我们急需要跨机关资料的一个什么样整合跟对接哈，来研拟一个精准的一个对策跟措施。那私部门或私人大概有2个东西，一个叫公司相关叫营业秘密，个人资料相关叫个资保护，跟公部门比较相关就是人格权的部分，跟人的名誉啊等等相关性的东西。草案对6月中旬开始，伫公共政策平台预告到8月中旬。所谓发展部希望各界提供意见，互立法校正。另外，各界关心 AI 基本法草案的立法进度。第二国期，所谓发展部10号进前提出修法的草案。针对这件代志，所谓发展部表示，因为朝野看法无同款，修法的草案仲在讨论。国际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长陈英也提出讲，民众去学校运动会当甲学校借球、借器材也毋过互学校甲老师是真反弹。专教组嘛呼吁教育部应该随宣布取消这款错误的政策。真侪人会家己造球去公园，也是学校拍球，为着要推动全民运动，校园开放。教育部催教时宣布，要甲各中国省的球免费奖予学生和民众，引起大家讨论，嘛引起学校的不满。说来解讲，这球会由教育部出钱来买。后来初10，教育部佮表示会先催学校试办精神评估。调研政党是认为教育部爱有详细的规划，才来公布实行。除了经费要对倒位来，因嘛认为这个政策会增加学校的负担佮安全疑虑。假设有出了一些安全上的这个疑虑，或者是有一些球突然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查核？教育部说会补助，那么是一次性的补助，还是会有长期的盘点、长期的预算？谁负责后续的维修、更新以及管理？不是说有反弹的意见才来急踩刹车，所以我们要再次的呼吁，我们希望教学现场必须要尊重我们基层教师让老师可以专心的来教学。另外，有民间团体认为，推动全民运动不是学校爱承担的工课，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部提供球和运动器材给民众，拢会对学校跟老师造成教学以外的负担，恐惊影响学生受教的权益。学校的本职工作是教学，从上次的班班鲜乳到这一次的爱心球，全民运动以及补钙，不是学校的本职工作。所以，请不要增加学校的困扰。兵团要求教育部应当明确停止校园公共球这项政策。调研政党虽然支持推动全民运动的理想，也毋过徛伫学校行政检量的前提，应当爱和基层沟通、认真评估和规划实践做法。因为教育部是回应讲会先试办，相关经费和采购是拢由教育部负责，公共球嘛袂互老师负担管理问题，未来会谨慎研究推动方式。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
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国内失智症患者大约有35万人哦，有6成是阿兹海默症。台湾失智症协会今仔公布，失智症10大警讯，包括记忆衰退、影响到生活、解决问题有困难等症状。嘛，呼吁讲65岁以前的早发现失智症哦，定定会失觉察，所以提醒民众要爱早期就医检查。61岁李先生原本做服装批发兼产品销售老师，3年前伊陆续出现有话讲袂出来、甲写袂出字的问题。后来伊因为新冠肺炎看医生的时阵，进一步确诊得到阿兹海默症，合并有失记甲视车问题，也是属于早发现失智症的患者。因为我还在公司的时候还要做讲师，后来那一场我一空白我一个字都找不出来。台湾已经进入超过0社会对失智症关心愈来愈悬，不过65岁以前的早发现失智症较无重视。台湾失智症协会公布上新失智症10大警讯，有记忆衰退影响生活，解决问题有困难，无法度做原本熟悉的事物，对时间地点感觉混乱，涉水判断甲讲话表达困难。物件黑白坑判断着变歹，为这场或者是社交活动内底退出，甲个性向向改变等等。这10个症状当中，如果其中有1个或2个跟以前比较，或者是这个觉得它有越来越恶化，那当然就可以来就医。专家表示，早发现失智症的患者大部分也伫食头路，可能因为工作能力下降、社交能力障碍等关系，必须提早离开职场。所以，民众若出现真侪失智症的症状，都要较早看医生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加沙走廊哦，目前天气是真烧热，这几天的中昼拢到30度。住伫布棚内底巴勒斯坦难民是非常的痛苦，当地物资真欠缺，嘛无医疗的资源。17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处境是非常的艰难。加沙走廊未来1礼拜日时的气温会维持伫摄氏30度到32度之间，拜3到拜4高温可能搁称悬，但是伫目睭睭的布棚内底，烧烫烫的环境可能到40度，已经拍到伤的病人。伫这款烧热的天气，皮肤痛、血热又搁一直流汗，而且搁可能着刷脱水甲空气感染。بسبب الصيف يعني بسبب الشوب، قلت أنا لو في السقعة أنا بتألمش في الليل، باخد علاجي وبنام. اليوم أنا بدي علاج أقوى وجرعة أكتر ما فيش في السوق ما فيش في 另外一位病人的脚是白红带，伫这款环境想要恢复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简单的布棚，互感染的风险增加，搁较免照常会当伫遮困甲疗养。يعني كل شويه بدي امزق الجلد عشان انا بس اقدر اني احك اني اريح。根据医护人员的报告，这款的情形继续发生，病人的状况也恶化甲真紧。تأخر التئام الحروق بسبب انه اول شيء بتزيد درجه الحرق مع الحراره، احنا طبعا بنوصيهم انهم يبعدوا قدر الامكان عن الاشياء مصادر الحراره。天气这热，大家拢需要水，挤喙焦也是清空喙，但是无水通用。这位有路无厝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囡仔若生下是无法度治疗的，并且讲这个桶仔因全部是空的，因1礼拜敢若当灌水2解。而且是底袂满的，真歹得到饮用水或者是清气的水源。过去几礼拜以来，严重欠水，互加沙的人道危机又搁恶化。能源欠缺，致使海水淡化和卫生设施关起来。另外，最近以色列军方防指控枪杀去援助据点领物资的百姓，以色列承认有开枪警示，但是否认造成伤亡。17拜一会当对以色列边境看到高高的烟囱出来。根据加沙卫生部统计，以哈冲突以来，已经有58000人死亡，超过一半是查某人甲囡仔。美国总统川普13表示，希望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谈判会当伫这礼拜处理好。高市新闻黄文良编译。美国卫生部甲国际年制品协会展开记者会，宣布讲，伫2028年之前哦，会要求冰淇淋甲年制品的店路，就爱停用一寡会当食的人工色素。这嘛，互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是真肯定。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甲农业部长罗林斯斗阵让零白色的冰淇淋食。根据统计，美国人每年平均食4加仑，差不多15公升的冰淇淋。为了让美国人用食到健康的冰淇淋，卫生部甲国际零制品协会14共同开记者会，宣布伫2018年之前，会为冰淇淋甲零制点心内底添用7种食用人工色素。
This announcement today represents over 40 individual ice cream companies. It's the single largest effort of its kind, and it's efforts like this that demonstrate how our dairy industry is different. 同时，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宣布批准一种叫做机制内天然色素，这是 FDA 过去2个月来批准的第4种天然色素。虽然目前还无正式协议或者是立法禁止这人工的色素，不过小萝卜干内地表示，政府部门甲食品业已经达成互相理解，同时删掉这色素。We now have about 35% of American food industry that has made commitments, and that's addition between 35 and 40%. And that is in addition to the 35% of the food industry that was already organic and healthy and chemical free. 为小萝卜干内甜就今以来，包含卡夫亨氏、通用魔方、雀巢、泰森食品等真济间食品公司，拢承诺伫未来几年内，为食品内底企图做负使用人工色素。干内甜也表示，未来几个月，农业部甲卫生部拢会发布新的饮食指南。公司新闻陈慧珍朋友。来看台北捷运连续2天有列车的门卡条的关袂起来，其中有一台车随着驶翻头去检修，落尾是找着讲是一张车票甲一罐酒精那伫门旁。台北捷运嘛提醒旅客爱家己的物件保管落好人嘛毋通上挖靠车门。为车门一卡夹出来车票拢是路的混杂，就是板南线一营运当中的列车出现，这车门无法度关情形，经过维修人员检查，确认有物件卡掉咧，不过无法度马上提出，安排列车回厂检查，未到机场检修，才发现车门一卡这张车票。我们曾经有东西掉到缝里面，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跨过那个缝就会注意，就是把它抓好，包包抓好。连续2日台北捷运拢发生物件卡门的事件，13板南线府中站往阿东门去方向的一个列车，也出现一个门无法度关，原来是车门甲车体之间空旁有一个喷酒精的管啊，车门无法度关起来，14个发生车票卡伫车门底，提出来了后，拢恢复正常。卡门异物多是随身物品或背包吊饰，进入车厢后尽量往内部移动，将后背包改为手提，请勿倚靠车门，并与车门保持适当的距离。法制指出，车门无法度关，电联车竟是因会继续发出声音提醒。列车是因为安全设计停止出发。统计为1814年开始，列车车门无正常检修结果，超过70%拢是原来物件卡掉咧。亲像雨伞，抑有电镀饰品，牌包顶悬吊的物件，甚至有大型珍珠棒。呼吁旅客进入车厢了后，应将牌包改做手竿，唔通挖车门，避免因为卡门耽误行程甲损失物品。记者综合报道。极端天气加上气候变迁，灾害常常发生。彰化市推出轮式防灾联盟，望讲大家拢通伫日常的生活来防灾哦。今仔下晡伫苗栗、台中、佮有南投、彰化嘛举办演习，咱做伙来了解。咱若是防台算长中南部地区大力饼灾后复原，加上气候变迁甲极端天气愈来愈严重，最近几年短时间大水雨直直造成市区积水，也是地动带来建物的损害，拢互民众真不安。彰化市长李世贤甲真侪民团诉求建立轮型防灾体系，并且村里社区企业会判学术团队，也有所有市民加入轮型防灾联盟。过去在防灾都是政府机关在防灾。但是就是没有将社区纳入，所以将社区跟产业纳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让全民一起参与。对我们来讲，韧性是一个横跨天灾跟人祸2块的领域。各个不同的灾害的发生之后，就是我们要慢慢去推广，让全民理解韧性。是一个全民共识。联盟会以降低脆弱度、提升恢复力来做核心的目标，推动防灾教育，扩大也共享防灾救灾的资源，佮有及时的资讯。未来也会定期举办联合演练，引入更较侪智慧监测甲社区预警系统，把防灾加入日常生活。培养自己的应变能力，不管面临天灾还是人祸，每一个人都可以自救，都可以互助。我们从基层开始建立一个更有韧性的社会。当年配合国军汉光演习进行的防空万安、民防民安演习，今年合作会正做是城镇轮型演习，15声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举行。下晡1点半，
警报若弹，应该保持冷静，配合引导到附近的所在避难。若准无配合演习的规定，相关会当罚新台币15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早起哦，台南的时代亚族人到行政院顶前，因不满政府提出的北部原住民族群新分法的草案，甲北部族甲原住民族分开来处理。因是要求讲，爱互北部族纳入原住民族基本法的保障，互因有同款的权利，唔通有差别待遇。我是北部原住民，国家兴我身份。时代亚族人伫咧行政院头前抗议，因和其他的北部族为着要争取正名做台湾的原住民，已经抗议30几冬啊，一直到2022年，宪法法庭判决出来，讲政府无互北部族登记做原住民族是违宪的，规定3冬内就要修法。今年10月份就要到期啊，剩3个月的时间，政府修法的方向是另外立法，这互北部族人要爱的无同。过去赖总统他一直是非常坚定的在履行他的这个承诺，对西拉雅证明跟平埔族群证明的承诺，可是他可能忽视了他今天的这个承诺，行政机关并没有落实，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向总统来澄清。行政院已经有提出北部原住民族群新分法的草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已经送入立法院审议。不过，这款的做法，让北部族人感觉不满，因呼吁政府应该直接将因加入去原住民族基本法内面，无应该另外设一个专法。因也认为原住民的权益应该拢爱共款才对。阮咧适用着阮吼就原住民的，嘿，因较早就有遐基本是安尼，因就爱个爱安怎啊，阮就爱另外安怎，这我感觉无适当啦。说立法院他们其实也有提出一些不同的版本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尊重立法院的决定。拜二甲定情书交予行政院，行政院是表示因会阁讨论建议。伫行政院抗议煞了后，西拉雅族人也会去立法院，阁去总统府头前顶前，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心声。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南市风台扫过已经第10日了，到早起11点哦，台南阁有1165户阁无电，台电是阁抢修。伫北门的井仔卡严残哦，最近教堂等建筑嘛拢受到损害，有一寡所在就爱2礼拜后才发会当继续营业。井仔卡的严残哦上严重，望讲2个月内会当恢复营运。今日起有207年历史，台湾现存上早的台南井仔卡盐田内面，大部分拢是路公卖。附近的两栋建筑嘛因为风台扫过去，损失真惨重。风灾过后已经来到第10天，工作人员一步一步在做整理。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旁边的木板，我们的隔水板先固定好。固定好了之后呢，到时候因为前天电已经来了。然后电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抽水马达抽进来之后呢，我们再用那个海水去洗盐田，洗完盐田之后呢，才能重新复晒。台南这摆互风台靠过去较严重的地区，还有北门区。风灾过后，附近的店家嘛渐渐恢复营业，但受到迄当阵的风灾嘛，阁是心惊惊。啊，伊咪共款咯，去互这迄个风头，吹起来啊！吹起来，这是讲拄啊好，咱这算啊，去小可啊，无遐严重呢。这画一寡面色，一寡看起来哦，过了了。有名景点北门水晶教堂头前的广场，四界拢是倒去的树啊，含有起来的封锁线，甚至连续台南市历史建筑的洗拓盐工厂建筑群，嘛受到严重损坏。因为都是属于台南市的历史建筑，它具有文字的身份哈，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一个盘点，跟台南市文资处这边已经做好的一个会勘的工作了，原则上已经同意我们针对有安全面的可以即刻来做修复。伫这摆风灾过后，台南市拢总有50个受损的文化资产。台南市文化局暂时完成会勘，目前已经陆续在进行现场的查勘和修复经费的评估。另外到15日起11点为止，台南阁有1165户嘛，阁是失电，还未复电。即马台电嘛持续在抢修。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7月12日早起，咱台湾的火箭伫日本北海道的太空港发射，也毋过哦，升空4公里，就因为下放喙气，火箭哦落倒落来，真可惜，任务失败，互大家是真失望哦。也毋过团队是表示讲会来检讨改进，望讲后一届会当成功。提起相机手机啊，大家专心倒打算，准备迎接火箭发射的瞬间。
防护城中火势真紧，往顶面冲。7月12早起，伫巴哈岛大树顶的民间太空港，台湾火箭正式发射，升空了后大约10秒，第一段的火箭分离，第二段是继续前进，最后伫离地大约4公里的高度停止飞行落落来。虽然无达到目标100公里的高度，也毋算是头一摆重大的抗战。来到大树顶的火箭发射场，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货柜上面写着 JT Space， 这就是台湾的晋升太空在日本成立的分公司。那么这也是首度有外国企业来到这里发射火箭。发射是无暝无日的工作，因为台湾无商用太空港，这个少年人将梦想带到巴哈岛，透过发射测试，目标伫未来打造出会当将人工卫星送上轨道火箭。这摆发射的 VP-01属于两大小火箭，全22公尺，直径60公分，重量大约1.4吨，原定采用会当控制成本、危险性低的混合式燃料。台湾进行表示，为点火推动脱节高点火拢真顺利。推测是因为第二节的释放催力，才造成无法度达到预期的高度。另外，台湾火箭要看海发射，也要面臨真濟關卡。日本と台湾は当然法律がいろいろ違うので、その法律を理解してもらって、日本の法律に従って打ち上げの準備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結構台湾の企業さんにもお手間かけてしまったな。经过我3年，日本专家严格审查，搁拄到风台搅局，造成发射作业2摆延迟。中期尾虽然未当达成目标，也毋过搁较进一步确认火箭性能。一摆累积的经验，会变做未来成功的养分。公司公职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明仔载2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新竹以南地区各偏乌会落一寡雨，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其他所在过道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下北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